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是24节气来的小雪，代表天气会较寒。台湾北部、东北部拢会较湿、较冷。咱来看温度。今仔日水气略略减少，这方面的桃园以北、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。基隆北海岸、宜兰、大台北山区有落雨的时间会较长，对较大的雨势就要意。新竹标立地区伫咧甲中南部山区有会小可落雨，因那中南部地区甲平湖、金门、马祖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状况。温度的方面，北部、东北部温度17到23度，感受是较湿较冷。因那其他的地区透早暗时低温18到22度，花莲台东地区高温24到26度，中南部地区早时暗头温度差异会较大。高温来到26度到28度，平湖是21度到23度。因那金门、马祖是相对较凉冷，规港温度是16到21度。